的代志，而且还阁面对开销真大的看护的费用。新北市三峡的文子宫病院，2015年的年底开始来推动全职照护，就是由病院请40外位照护员负责24小时的照护甲陪伴，一天的费用只要12块，大大来减轻着家属体力甲经济负担，而且安尼做落来，拢维持零感染的记录。可见，这个照护的工作，若是由病院来训练、督导甲管理，安尼医疗的品质嘛会更加提升，嘛达到病院、病人甲家属三赢的局面。有节奏的打卡车片，改善喘气的状况。倒伫病床顶的病人，每2点钟就需要打卡车片加冰心。这个地方压久了，它就会红了之后就会破皮。随着棉仔详细清这个片尾管，佮将这个大布换一个方向，避免压疮。每一个照护拢总是技巧细致佮专业。40岁照护员周明春是病院内面少数的男性照护员。想说就是现在因为是高龄化、少子化的社会，照服务员的工作以后是一个必然趋势的工作。8年前，因老爸开刀入院，当时还未结婚的周明春变成照顾者，连续1礼拜伫病院甲公司之间的奔波，暗时更加是困袂好势。当然，就是照顾一个病人，并不是只有一个单单的陪伴而已，还要就是一些琐碎的事情都要去帮忙料理啊。过了好几天，就觉得真的这疲劳就是挂在脸上啊，然后琐碎的事就是挂在心上。深刻体会到陪病辛苦，较早做乌手的周明春，2年前换跑道，开始做照护员，也不因为性别被人质疑，连因某嘛无看好。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在传统的观念上，就是照护员就是以女性为居多的工作嘛。然后他就一直觉得说我做得来吗？就是以前也是有碰过了，就是照顾那个阿嬷，要碰她，但是讲说你不要碰我，男女授受不亲的，让她觉得可能我们就是她的朋友或是家人，慢慢的接受，让我们的照顾这样。将病人当作亲人，慢慢的感动时代。高龄社会医疗需求增加，厝内若讲有时代入院，开家伙轮班到病院，若卡忙手乱，若是要聘请24小时的看护，一天2000几块的费用，经济支出更加是庞大的负担。因为由病院一手包办的照护甲陪伴的工作，就是所谓的全职照护，对家属甲病人来讲，员讲是一项好消息。三峡恩主公医院聘用40多名的照服员，平均1名照服员照顾4名病人，不但可以减轻家属的负担，也可以让病人获得比较好的照护品质。就是病人有发现任何事情，其实他们都会主动跟护理人员告知说，这个病人刚刚发生什么事，我们会立即的去处理，跟一般的看护是有很大的区分的。一天只要1200而已，就是可以把多余的钱就是买像是营养品啊那些给阿嬷他们。好啊，所以我们放心，我都几点才来啊，晚上我就不用在这里啊。你眼睛还很好的哈。眼睛耳朵。杀过了先生伦理，到落地窗头前看风景。51岁照护员陈淑慧伫病院服务6年，满面笑容伊甲时代问好，互动真亲切。照顾的工作伊嘛做甲真周至。你的脚有看皮肤科吗？没有。我第一次进入职场已经快40岁了，那时候觉得自己突然变得很有用。看到很多老人家住了院，很急着要出院，他觉得住院就是要花钱，有我们的帮忙，其实他们，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他们应该也比较不会急着说要自动出院啊。20年前，因老母破病入院，足足20天，甲兄弟姊妹轮班照顾的淑慧医员感觉真辛苦。当时已经发现家属陪伴病人，唔但照顾了无够好，佫出现真侪问题。医生来的时候一问，昨天不是我，很少会有家属会交接，晚上也睡不好，白天去工作也没有精神，大家的情绪各方面都是非常紧绷的。然后几天下来，可能再来就是兄弟姐妹就会戏强这样。医生明明就说你的伤口有比较好，你为什么每次都说你要走了？这阵照护员除了照顾病人的身体，更加负责病人心灵的安慰。即马病院内面，老人照顾老人，甲无人照顾的个案是愈来愈多，所以讲病院全职照护的需要愈来愈重要。
其实除了陪他们聊天，然后做一些非侵入性的基本护理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其实他是我们医护团队里面一个很好的帮手。当这样子独居老人家没有在家属的陪伴之下发生了什么状况，其实他们也可以很快立即的发现。护理师甲照护员做因专业过细密切的合作，由病院的护理部统一管理，安尼一日来更加使予护理师回归专业，改善会馆的情形，推行3档来专职病室，拢维持零感染的记录。所有的服务项目的一些技能，都会透过我们的不断的教育跟监督指导之下，可以完整。好，那这样的品质才得以维护。医师的第二帮手，第一帮手护士嘛，第二帮手这些照服务员的部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啊。那一些小细节的部分，问一下照服务员，沟通上没有问题，然后非常的清楚，那会给我们不一样的一些意见跟回馈。除了这以外，病院内面还有一阵穿胶色的衫的照护员，负责一般病房的照护工作，病人无需要另外付费。对病院来讲，一年加1200万的人事支出，加上照护人力真歹找，拢变成这项专职照护的考验。收来的这些费用，其实cover 了一些我们所谓的人力的一个成本的一个部分，对。那但是其他的部分的话，其实医院这边其他推动的非住在全责病室里面的这个还是医院在负担。虽然我们现在也因长照2.0训练很多的照顾服务员，但是其实他们有没有真正在我们的就业市场上面职业，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好，那所以在招聘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一直以来是我们的一个推动的一个障碍，这样子。今年24岁李明伦多位金门大学长照系毕业，对了这款传统印象内面落西落流的头路，少年的伊嘛灌出伊心内感慨。朋友聚会啊，他们就会说：“那你做什么工作啊？”我会有一点不好意思说我是照服员这样，因为而且我也很不喜欢人家说我是看护，因为我觉得看护跟照服员，我觉得还是有一个专业度的那个落差。我自己心态要慢慢调整啊，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做的是很神圣的工作。对，我觉得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就是可能你家人生病，你自己都不愿意做，我们来帮你完成这份工作这样。依照2017年家庭照顾者甲关怀总会调查，台湾人因为破病入院了后，有超过65%的人有一个也是真正为家属轮流陪伴。1/4的家庭在情形危急之下，聘请日时也是24小时1对1的看护。啊，来伫后壁的病院推动已经真久的专职照护，伫台湾已经有3-4间病院对咧做。三峡文主公病院是唯一一间由院方直接聘请甲管理照护员的病院。有这阵照护员，唔但好家属有一个休喘的空间，嘛提升医疗品质，造福真济病人，更加替医护分忧解劳，创造3赢的局面。一年一岁照顾服务员，正在进行医疗微革命，改写台湾陪伴病人的文化。